如果你10幾年冇做運動，有一日突然決定去跑半馬，結果會點呢？2026年，我喺劍橋就參加咗人生第一場嘅半馬拉松。老實講，我就唔係為咗跑出好成績，我嘅目標只有一個，就係中途唔好抽筋，唔好俾救傷車抬走，仲有就係能夠去到終點。2026年嘅3月8號朝頭早，我就嚟到劍橋半馬嘅集合場地。今次嘅賽事呢，有超過15000個跑手，氣氛非常熱鬧。但喺我心入邊只有2個字：緊張。因為我知道一個事實，以我嘅能力其實係唔夠嘅。好多人參加半馬，目標可能係2個鐘頭之內完成啦。而我嘅目標係非常簡單，半行半跑，只要能夠喺限時之內去到終點，我就好滿足噶啦。其實喺2年前，我都曾經睇過呢場比賽。嗰陣時我貪熱鬧，就去到邊睇下。當時嘅畫面到我而家仲記得，成條街都係跑手，旁邊有好多市民喺度拍手歡呼打氣，成個城市就好似喺度開緊一個大型嘅 party。嗰陣時我企喺旁邊，心入邊就有啲羨慕。我心諗，如果有一日我都可以參與其中，做其中一個跑手，咁就好啦。不過講真嘅，以我當時嘅狀態，呢件事其實係完全冇可能嘅。因為喺香港嘅時候，我有超過10幾年係幾乎完全冇做運動嘅。工作忙碌啦，生活繁忙啦，再加上好食懶動，身體嘅狀況其實都慢慢變差。有時候只係行上幾層樓梯，都會有一啲吃力。做身體檢查嘅時候，當然就好多指標都唔合格啦。後嚟我嚟到英國生活，呢度嘅生活節奏比較慢，亦都有好多公園、好多空間。理論上應該係比較容易做運動嘅，但問題係我就唔夠毅力。好多時做咗一段短時間嘅運動之後，就停咗落嚟，俾好多藉口自己。於是我就諗到一個方法，如果我俾自己一個壓力，可能呢就會比較容易堅持。所以喺上年嘅6月，我就做咗一件有啲衝動嘅事，就係報名參加咗今年嘅劍橋半馬拉松。報咗名之後就冇藉口啦，但係我都係要拖到8月先開始正式練習。我嘅練習方式其實好簡單，首先就喺屋企入邊做超慢跑。一開始我每日就跑15分鐘，慢慢15分鐘都過得幾容易，身體亦都慢慢習慣。15分鐘慢慢就變咗30分鐘，30分鐘就變45分鐘。1個月之後就終於可以跑到1個鐘頭啦。嗰陣時我都仲有啲自信嘅，心諗好似都唔係好難啫。但係好快我就發現喺屋企做超慢跑同真正喺街上面跑係完全2件唔同嘅事嚟嘅。真正跑喺路上邊係難好多嘅，因為用到嘅肌肉係完全唔同，而且有時有上車、落車、順風、逆風同埋唔同嘅路面。基本上我都係練習嘅時候係慢跑嘅，最初只係可以跑到1公里度啦，後嚟就慢慢咁增加跑步嘅距離。我其實都嘗試參加過一啲小型嘅比賽，我參加咗3次5公里嘅比賽，每一次其實都跑得有啲辛苦，但最重要嘅係我都完成咗嘅。到咗冬天，英國嘅冬天大家都知道又凍又早天黑，所以我嘅訓練就搬到去健身室，就喺跑步機上面繼續練習。
時間過得好快，終於嚟到比賽嗰一日。Midsummer Common 係劍橋市入邊最大嘅公園，呢度嘅氣氛好熱鬧。因為有萬幾個跑手，所以比賽係分成10幾批人出發嘅。我係比較跑得慢嘅人，所以係比較後批次出發嘅。終於都到我嘅批次集合啦，大家一齊慢慢咁行去集合口，好緊張啊！成條人龍都係準備出發嘅，終於出發啦，大家都好開心。Big shout out to Team Maggies! Yes! 起跑之後，其實冇我想象中咁可怕，其中一個原因係沿途嘅氣氛真係非常之好。成條路都有義工幫忙，路邊好多觀眾不停咁拍手打氣。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係，有啲居民全家自發咁企喺自己門口為跑手加油，有人舉標語，有人請食糖，有人播放音樂，有啲小朋友仲會伸手同跑手擊掌。嗰一刻我真係覺得呢個城市好溫暖，呢度啲人好友善。喺咁嘅氣氛之下，就算跑得好攰，你都會想繼續向前。當然我唔係真係一路跑到底嘅，好多時候我都係跑一段走一段，再跑一段再走一段。不知不覺就跑到嚟2英里，即係3.2公里嘅位置。暫時嘅狀態都可以嘅，可能因為我尋晚專登早啲瞓，所以開頭都唔係算好辛苦。平時跑步其實都有時覺得悶，有時會覺得時間過得好慢。不過今次參加比賽就覺得時間過得幾快。比賽路線係路經劍橋市中心嘅大部分地方，包括咗商業區同埋遊客必到嘅旅遊景點，啲景色都幾靚嘅。好似呢度就係國王學院，離開國王學院就係康河，呢條橋就係國王學院橋，1760年做嘅，係嚟康河噴亭必經嘅景點。我平時好少嚟呢啲地方，因為我唔係遊客。其實好多參加者都係有為一啲機構籌款嘅，所以好多人都係一班人一齊跑嘅。我都係攞翻支水同埋食翻條能量膠補充下體力先。Thank you。當我跑到7英里，即係11公里度，我就知道我應該係可以去到終點嘅，因為我已經跑咗一半距離。跑到10英里，即係16公里，我就知道成功在望，因為離終點只係剩翻5公里。呢條路係直去市中心嘅，亦都係我最熟悉嘅路，因為呢5年幾嚟，我每日都會揸車來回呢條路2、3次嘅。不過而家係喺馬路上邊跑步，感覺好神奇，好欣賞前面呢位伯伯，佢應該有70、80歲，但係就跑得快過我。慢慢咁，距離1公里1公里咁過去，最後我真係跨過咗終點線。嗰一刻，我真係非常開心，仲有啲想喊出嚟添。
對好多人嚟講，半馬可能只係一場普通嘅比賽，但係對我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小小嘅奇蹟。如果我冇嚟到英國，我應該係唔會參加呢啲咁嘅活動嘅。有時候，當我哋嚟到一個新嘅地方、新嘅環境，就會帶嚟新嘅嘗試，而呢啲嘗試其實就係移民生活入邊其中嘅收穫。呢次半馬唔只係一次跑步比賽，佢亦都提醒咗我好多事情其實係唔需要好厲害先至開始嘅，只要願意慢慢開始，一步一步，好多原來覺得唔可能嘅事，最後都可以做到。如果你都有一件一直想做但未開始嘅事，或者今日就係一個好嘅開始。